你看哦，影片哦，歌唱的影片要搜寻道歌会调剂哦，一般的流行歌曲。来，你看现在要点按第20项梅花，那个是在歌曲的名称前面加上井字哈，然后在自己频道的社群发布贴文，然后就有超连结功能，点按超连结。哇，这不是只有歌唱诶，有那个台风叫做梅花的。你看那个气象报道的资料，现在你看到哦，爱国歌曲耶，梅花、长城谣、热血歌、国旗歌、中华民国颂，那国歌也可以加在里面呢、蓝天白云、高山青也是算爱国歌曲啊。黄埔军歌哦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如何把它加入？哦，这个不是单曲啊。如何加入播放清单呢？点按画面右下方3个点，然后来点选第2项，这个是事先建立好的清单名称，按完成。那最好是单曲的啦，那个时间要短了。这邓丽君唱的吗？时间短的才是歌唱的，长的那个是节目呢，也不能，不能辨识就随便选了。来，左上方有没有影片缩图？右下方3个点按一下，来按第2项储存至播放清单，来等它显示又勾选第2项，这是事先建立好的播放清单名称，按完成，这样就加入了播放清单。